话艺术水个好，搁请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人社会伫咧行搭，好歹朋友咱有咧交，确实有真济各地头咧应用台语的元素，真趣味。各种安尼轻轻巧巧，但则甲你互相探讨，书典差无，毋过社会人真正有咧用。亲像一句，咧学老人讲话反应真紧，讲迄个人真朴结。哇，迄毋是干那反应紧尔，讲话阁会变笑。有人讲真忤人，原来意思要活。当然，朴结是较注重咧讲，人若讲一项，伊会当应变三项，互你听到感觉有趣味，感觉讲伊头壳变翘真紧，安尼叫做真朴结。啊，若讲话朴结的人，袂歹啊。即落吼，人讲朋友中间的开心果，这样影啦。毋过安尼也阁无够野，因为原来有一句佛家的言语咧讲笑谈不成佛。你若逐工伫咧甜笑的，原来无在条做正经头路咧。所以毋是干那讲话朴结尔。第二，即个人做人定步安怎样解释？定步就是讲稳重。人有一句三字的形容词，讲老近战，咧拍算代志，伊安尼看来有排比，每一骹步有计划有安排。即个人就真正会交起来做好朋友啊，因为伊袂甲你害嘛。定步，原来社会形容词，原来目前的字典差无。毋过我真确实有缀去听，我毋是讲吼字典冰冰的，但遮解文说理，但遮甲你转，但遮甲你拼，无哦。我真正拢先听，听到社会有人咧用，我才专工去查。各种头拄我咧讲，若即个朋友袂甲你骗，另外一句形容词就是咧表示安尼，讲伊个人。甲人咧相处袂好手，原来形容词就是讲吼，若讲家做生意吼，赚的拢伊啦，了的拢你啦。遮敖啊，煞毋知影吼，迄个小铺做咧，就讲公司拢了钱啦，啊毋对我讲白贼就是好手嘛。但是你大书典内底解说即句好手有当作名词咧应用，讲做假冒对。啊，咱目前社会普遍人伫咧讲好手，各种头拄仔伫咧表示形容词，专门会讲骗，专门会用话讲欺骗、讲闹，安尼讲做好手。所以你若真正去看到即个朋友，虽然社会好歹朋友咱爱交，毋过即款人甲捡起做知己，因为讲话朴结，做人定步，甲人相处，阁袂好手啦。